会主委关佩玲今日去到南沙太平岛主持南湾高核操演，或南沙抗击侵犯主权。关佩玲表示，守护主权绝对无退让。因为 OpenAI 英文逼出纪录，拜二美国四大指数拢受压，影响到台股拜三表现，最后收伫39303点，落218点。台北车头上款经营权评选成功3月赢有权有的经营者美方，不过美方指控讲，审查委员内面有一个要接做成功人寿的股份，无依法来回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9日AM新闻，我是嘉豪。这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进前去到南沙太平岛主持南湾高核操演，或南沙抗议讲咱侵犯因的主权。关佩玲表示讲，守护主权绝对无要退让，甚至抛出一张含海巡人员去到这中州岛加国旗的相片，引起关注。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去南沙太平岛主持南湾高核操演，引起越南抗议，讲反对南沙甲西沙群岛进行外国活动。关佩玲严正回应，守护主权绝不退让。近年来，我们的救援案件大约是有54次之多。我们经营南海的这个战略，展现的就是这样的国家的高度，捍卫主权的事情，就是我们坚定的立场。关佩玲阁抛出甲海巡人员到中州岛亚国旗的相片引起关注，因为这是过14年各部会首长到中州岛。2011年，这时阵讲会秘书长胡文新甲内政部长李鸿源去中州岛勘察的时阵，也把升国旗宣示主权。中州岛是小型无人船乌岛，海至退老时阵落出面积6000平方公尺，完老时阵干那100平方公尺。伫南管辖的太平岛甲越南正岭的敦咸沙洲之间，南回2000年以后实际控制中州岛，甲即马目前无任何人工建筑，包含中国、越南甲菲律宾也拢主张有主权，因为这是南海真正国家主权下属的定大区。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我们对南海主权的一个伸张，以及在南海部分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实质上面的控制权啊，希望能够借此来取得，你不能够忽视台湾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要不然到时候在所谓的南海地区可能会有一块空白，因为那个地方是台湾实际上面控制的。学者指出，咱赴南沙群岛内底天然形成上大岛屿太平岛，同时经营中州岛，显示主权以外，也显示台湾参与南海议题合法性，而且用人道救援、科学研究加生态保育贡献，甲常常伫南海引起争端的中国做出区隔。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股市，因为这 OpenAI 英文逼出纪录，这拜二美股四大指数是拢受压，影响到台股拜三开价，早盘就落，最后是收伫咧39303点，落218点。若讲到这台积电股价呢，是收伫咧2180块，落35块。不过台湾伫咧全球股市的次达排名搁再进步咯，这前3名是美国、中国、日本，搁再来是印度和英国。那台湾呢是排伫咧第6名。拼过加拿大。OpenAI 封闭讲新用户甲营收表现，几若个月无达到内部的目标，引起市场再度忧心 AI 敢会消防。嘛有拜二美股四大指数全面落挫，科技股出现明显的回升，影响拜三大股表现开价，早盘上价是38896点，尾盘收至39303点，跌218点。台积电上周五跟本周一大涨之后，那目前看起来有一些调节性的一些卖压出现。那当然指数跟台积电的股价还是维持在大概5日线附近啊，其实也没有真的太弱，但高档出现一些获利了结，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出现。有关台股加权指数走势，关达股台积电拜三同款开价，最后收伫2180，跌35块。专家分析讲，目前市场更加关心拜三美股收盘了，美国四大包括微软等科技股要公布财报，加上拜四是苹果的财报，市场拢在观望。伫财报公布了，可能出现短线趁钱了结。台股是短线起做观点整理，不过因为台股基本面嘛好，出现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低。是讲最近有学者警告讲，台股大起主要是因为台积电等 AI 供应链的供应，台股敢会出现 K 型经济，变作立法院财委会关心的重点。各方的看法都有不同哈，那金管会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变动情形会关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措施。虽然 AI 的投资甲营收常常有消风的风声，不过根据片报的报道，因为 AI 相关类股的需求，甲台积电股价抢悬，
台湾伫全球股市持达的排名各有进展，前3名分别是美国、中国甲日本，过来是印度、英国。台湾排名全球第6，超过加拿大。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对点贸易协定也未定案，外界就伫烦恼讲，未来这美国土豆若准零关税入来到台湾，会影响到台湾本土的土豆。婚林县长张立先长就批评，若准牺牲农民的权益，就是伫咧削弱农民。也那农业部长陈俊贵再去表示，无认同这款抢税台湾的讲法。不过，也有立委质疑讲，若准伫咧台湾用美国进口的土豆所做的土豆酱，产地若准标示是台湾，这敢算是一种生产地呢？香港讲的土豆糖、土豆酥，这就是台湾人惯习搁介意的台湾味。未来美国土豆有可能以零关税进口，引发产地标示甲市场冲击的讨论。面对外来竞争，产地这边嘛咧想讲爱安怎应用。无论是台湾的土豆农也好，台湾的这做土豆业者也好，爱甲台湾迄个土豆，迄个价主观一定爱当讲用标示来当提升迄个本身价值。云林是台湾土豆主要的产地，县长张立先批评这是白狼。农业部长陈俊贵回应，无认同这款看台湾无的话，中央甲地方计空交会有味真重。身为农业县的县市首长，用这样的话去唱衰台湾农业，我其实不是很认同。那农业的议题不应该当作被政治操作的一个议题。我身为农业大县的这个首长，我为农民发声。没有错吧？有什么错呢？而且呢，这不要什么事都泛政治化，跟政治完全扯不到边。有立委质疑，伫现行法规之下，进口土豆伫台湾加工做土豆酱了后，就当标示台湾有生产地记录，嘛摆脱本土市场。对此，陈俊贵强调，原物料形态已经改变，属于实质转型，符合规定。答应除了协助本土土豆产业升级转型，未来嘛会打造台湾土豆的品牌。这是现在的食管法规定的，它进口来之后，它在台湾加工，它就变成 Made in Taiwan， 这才是真正的习产地。我们也会去争取所有的国外进口的花生，它的原产地一定要标它的原产地，不能标台湾。国产土豆优势是青、炭卡架个底，口感甲芳脆嘛有咱的特色。农业部希望用价值战取代价销战，不过伫贸易大门拍开了后，安怎透过精准的产地来源辨识，让消费者伫买物件时通选择，守护在地价值，嘛考验政府的执行力。记者综合报道。歌手曲君伫咧2024年涉嫌酒驾肇事逃逸，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专案由家人法院国民法官定审理，在今仔日该判刑10年。2024年年底呢，这曲君和朋友去到餐厅食酒了后，赛车离开，却伫咧家人市新一路弄到路边排班的2名计程车司机，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曲君肇事逃逸2天了后，到案和受伤的司机达成和解，而且有赔偿。不过和死者的家属就超袂马路，法院在今仔日一审该判刑10年。民国86年的时阵呢，这苏耀辉牵涉杀人未遂案件，被判刑8年。伊认为讲伊是受到冤枉，开始走路，这逃亡时间一个过就是几10年啊。就算已经经过着这行刑权的时效，有关是替家己来洗清冤枉，最后申请再审核准，高院在今认定。警方当初时所做的指认听书和调查局讲的这个讲白菜鉴定等等是拢有问题，罪证不足，该判无罪。甲太太lâm安安，苏耀辉情诉激动，被叫做凶手将近30年，即马顺利还刑，判无罪。不过有喜有悲，因为长久的生活路付出伤过济代价。我唯一的儿子被朋友推进去淡水河身亡，我当时在逃亡，不能出面送他，冤案加丧子痛，你看这样的多么悲哀呢？本来迄时阵，这张相片经过被害者指认了后，被作为定罪一大关键。苏耀辉被指控因为危言险记证据，涉嫌在民国86年，伫全大安全部提刀扑伤新北市土城一对翁某。民国94年被依照杀人未遂罪判刑8年定刑，不过伊固执一角，选择司法不服从，这一逃就是数10年。在逃亡期间又不能工作，然后生活都是。晚上从来没有出门过了，早上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就在家里。
宣导早比起来，伊犹原无放弃寻求平反的机会，伫原亚平反协会协助，社青再审，总算第今年初搁再审。高院合议庭认为，伫欠缺向导安全部指纹等物证甲成负证证的情形之下，干那检方的证人证词、病历资料等间接证据，干那证明被害者有被害受伤，毋过无法度证明苏耀辉涉嫌，佮说明警方当初进行指认证书有强烈诱导性。有欠点，调查局测风鉴定甲突破判断共款有重大欠点，拢无法度完全拆析。2年前已经是不再被通缉了，但他不放弃，他希望司法要还给他无罪，希望检察官可以不要上诉。对破获结果，高检署回应，会收到破获资料后，建议是毋是上诉。毋过，就连合议庭拢伫破获内容讲到，审理这个再审判，深刻体认到苏耀辉面临的是属于讲的人伫家中罪，何非天顶来？因为我汉定新可以30年青春，伫无尽的诉讼甲等待内底拖磨，人生上精华时间也无法度搁转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大甲妈祖绕境进香4月18日暗时去到彰化市区所发生抢劫事件，造成彰化警分局侦测队长等3名警员受伤。警方抓到5个涉案的查甫人，今仔日侦查终结。彰化检方甲圣诞等5个查甫人依照涉嫌妨害公务等罪嫌来甲伊提起公诉。迄个时阵，防拍受伤的侦测队长萧丁元已经复原，回来上班咯。这站冲突事件造成这侦测队长萧丁元省区的分队长，还有姓吴的警员的3人着伤送病院。警方也伫咧现场，甲这姓陈的查甫人抓起来，身躯顶也车着毒品。另外，姓郭的4个人也陆续到案。彰化检方29呢侦测终结，强调这宗教本体是安定人心的力量，说利用宗教信仰的热情来惹事生非，公权力是袂当互挑战的，依照妨害公务、伤害毁损等罪嫌，甲这5个人起诉。昨下晡呢，伫咧新北路区有一个41岁姓尤的查甫人，互指控讲跟踪一个18岁查某高中生。这囡仔阿嬷和当地里长是赶紧赶来到现场要甲保护，想袂到这个查甫人竟然甲阿嬷也个里长拍甲重伤。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嫌犯呢，伊是前科累累，除了移送法办，也建请检方声称预防性羁押。查某学生放学要转去厝，着急卡互亲人，怀疑伊家己互人对阿嬷到场主动说互拍甲真伤重。阿嬷啦，去拍甲规个骨拢毁啦，带刀就是伊个落地啊，底尾啊检查，啊前伊落地啊。阿嬷坐伫涂骹，面拢是花，目睭着伤，鼻仔骨头闭起，肝阁破去，当咧病院急救。当地里长随到位，才拄要开喙，赶快互拍到正病的目睭，鼻泪更断去，也紧急手术。我就问他你怎么打阿嬷呢？这样子而已啊，他就一眼挥过来，我就眼睛就流血，那时候都脸上都有血了。阿嬷有来跟里长反映说，那个性侵的又出来了。没有想到，隔2天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事件发生在新北市蘆洲民族路巷仔口28下晡4点外，在场的热心的居民做伙压制这个动手的男性，管区接到通报，赶紧出动。红领的41岁姓尤的男性，互警员压制伫涂骹，上课带回去。伊甲人骚扰的行为毋是第一届，2年外之前，都捌对伫女高中生后尾甲人骚扰，家长报案，捌互警方侦办，但煞搁犯案。因为就在附近而已，而且他是还蛮常犯的，就是要把他监控起来啊，不然这样子附近人都很危险。经查为1名男子沿路跟踪女子意图搭讪，随后外婆下楼于社区门口制止，犯嫌竟遭殴打。这届警方查出嫌犯是想要熟识对方，才会对伫18岁学生后壁。不过，伊的行为，警方除了合法书面的告诫，也按照涉嫌犯重伤害、跟踪骚扰法等等的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的羁押，甲保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车头定定是人来客去，讲到这台北车头商场的经营权，新光3月赢现有的经营者美丰集团摕到经营权。不过，这美丰集团在今下晡开记者会，指控审查委员内面有1名接做新光人寿的顾问，照现有的法规和利益回避原则，何玉无应该把这个委员的分数算入来。那准重新计算了后，美丰认为讲因会变透明。那新光3月表示讲，自头至尾拢是照规定办理。我们不是要争输赢，
我们是希望这个案子回到一个最基本、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形成最后的结果。这项就代替台北车头上场的经营权，敢若以1分的差，输给竞争对手成功3月，加上进前代替拢还未公布招标的结果，所红提前流失，互本地经营台北车头上场的美方无法度个无讲话啊，而到因对外开记者会提出诉求。我们要求要剔除这一位身份上具有争议的委员的评分，没有争议的委员的评分重新做计算。然后来进行排序，并公告结果。美方集团强调讲，任何一个真心委员的评分，拢会改写上尾的结果。根据资料显示，讲真心委员的名单内面有一个委员定定替成功人士提供顾问的服务，照现行法规和利益回避原则，无应该把这个委员的计分算入去。代替发声明表示讲，这案在过程中拢有做好相关廉政各地的事项，针对评选的结果疑似提早放掌握，已经启动内部的调查。美方公司对真心委员提出异议，会当照出参法第47条的规定，在30天内提出异议。任何的厂商了哈，参加有什么异议的话，按照规定的话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跟公司这边来提出来，那我们会按照这个程序呢来回应。代理董事长陈公元表示讲，这案拢有照规定和定数来处理。新光3月发声明回应讲，自头到尾拢照相关规定办理，对刷落来的作业是尊重主管机关，照定数来推进，希望各界理性来看待。如果他该利益回避而没有做到利益回避，可能就会造成整个案子的重选。但是如果行政裁量的机关觉得说，其实这个委员不需要做到利益回避，那很有可能就是按照原案。这要代替台北车头的商场，拢总有9间厂商申请投标，就选的会当摕到至少15年的商场的经营权。美方希望态度有利益冲突异议的委员的评分，台北车头商场经营权的争议，恐惊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度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有民众伫咧网络顶头讲，伊伫咧胜利路一间楼大买这咸酥鸡登去，所以发现讲加的这个咸姜仔粉的内面有糖伫遐袅袅酥，甚至还佫有糖仔卵。店家在今仔日也出面回实咧，讲会退钱。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也派人去到现场稽查，若总有违规会依法开罚单。糖伫番仔球粉内底爬来爬去，互人想要吐。民众有人自爬到胜利路买咸酥鸡，登去了后，将番仔球粉倒出时阵，发现一块一块详细一看是糖卵，中甚至有糖的叮当，好佳在家己也未食落巴肚。那买那么久，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形，因为之前买的粉不会这样子啊，吃那一只第一只虫的时候，路上怎么有这种虫？然后看那个标价粉，哎呦，钻出一只啊！打位的物件有够多，人客为菜单知影店头的番仔球粉有糖，弄加一条。店家自己要控管好一点。昨天的状况是客人他是要分装辣椒粉，然后他打开里面还发现有虫子，幸好没有吃到啦，我是比较担心说他万一有吃到，本来是要放在柜子的，现在他们是叫我们说那个长官是叫我们说要放在冰箱好了。店头向人客回实的个提钱，卫生局29日派人上门做行政调查，将政府番仔球粉的管道拍开，详细检查，各指导店头爱安怎放。食品业者之从业人员、作业场所、设施卫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均应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如违反相关规定，应命业者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依同法第44条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警察人员检查现场的环境，卫生局表示，若发现业者无照相关规定维护环境卫生等，也依照是按法来开罚，也呼吁业者落实自主管理，佮遵守法规，维护消费者饮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是诈骗的新闻啊，这婚姻检警接到线报，讲有诈骗集团利用亲戚朋友的社群口座，爱这个被害人呢装一个假投资的 app。佮再安排这车手假作是虚拟货币业者来推销，被害人拢总哄骗1500多万。警方提搜索票，当场把诈骗集团成员抓起来。这个诈骗集团分工真幼，先盗用被害人亲戚朋友的社群口座，得到因的信任了后，再引导被害人登录假投资 App， 制作趁钱假象，互一个30岁查某被害人几个月来投一个1500多万，互骗去。起初被害人不愿报案。经专案小组多次联系沟通，被
被害人才惊觉自己遭假投资手法诈骗。有一位李警官，他拿给我他们抓到的车手的照片，我整个人傻住，因为里面的几位都是之前跟我面交过的币商。等我回头算一算，我前后已经投入了1500多万下去了。警方表示，这个诈骗集团生意话术洗脑被害人，制作 App 小面一直有咧趁钱，和警方初初咧提醒被害人的时，伊也唔信，一直到掠到车手了后，被害人才买车过来，转向甲警方配合，顺利逮捕10人。指挥警方由最基层的车手开始侦办，经不断的努力追查、循线破获现场的监控兼收水手，又破获其中阶干部，最后甚至契获到该车手集团台湾区的负责人。婚姻地检署讲，本案诈欺集团分4个层次分工合作进行诈欺，专案侦查终结，以诈欺处财罪、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另外，也有一个姓詹的主嫌登记伫国外遥控诈团运作，目前检警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民安团体公布讲，过去这5年来，有42个人因为冷冻狗仔引起意外死亡，对经济生态损失，今年也超过36亿。伊就批评讲，这动保署呢开真侪预算进行这冷冻狗的管理，不过效果拢无好。还有立法院伫咧动保署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进前，先把这预算编起来。冷冻狗常常出现伫街头巷尾、弱车、咬人，甚至造成车祸，对民众的安全甲生态拢有真大影响。民团拜3开记者会，头一摆公布冷冻狗社会损失小单，讲过去5年已经造成42个人死亡，当年有超过36亿经济甲生态损失，每年承担了36亿4千万的社会这样的成本哦。过去5年已经相关的这个事故啊，已经造成42人死，然后1万人受伤。民团指出，即马政府主要实施的加效能绝育，也都是掠、淹、放倒转去，当着绝育率低、冷冻动物直直增加的问题，整体数量真恶降低。所以民团要求冻店动保署适合预算，希望政府有制度性的改革。现行的政策在游荡犬管理上面并没有任何的效果，那等同放任游荡犬持续的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这个不但是对生态的一个危害，更是预算资源上面的浪费。第一是爱完全去禁止讲有人伫外口去饲狗、饲猫。第二呢是爱甲迄个安乐死的迄个口吼拍较开的。哦，即马阮了解是讲，即个临安乐死嘛，临安乐死的话就是收容所的这个狗的数量吼是非常的多。民团要求政府做损害估算，制定明确冷冻动物减量计划，等等制度性的调整。若无冷冻动物造成的问题甲社会成本会继续扩大。记者郭金勇、志光台北报道。国民党内针对着军购特别条例也是超袂罢，本地党中央花3800亿加恩，立委徐卡新进行是搁提出着8000亿的版本，也传出讲这立法院长韩国瑜支持8000亿的版本。不过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伫咧中常会强调，3800亿加恩是认真思考的结果，党中央的态度从来唔捌改变。连副主席桂林莲也批评韩国瑜加袂当求赢，就该开除党籍。那韩国瑜本人是伫咧面册顶头回应讲，家己无愧于党，无愧于心。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国瑜兄会做出卖党求荣的事。如果有这个事，黄复兴必然大义灭亲，建请开除国瑜兄的党籍。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提议党团家己人加是被害3800亿加恩，也是8000亿，迟迟无定论。和副主席桂林莲在中常会直接点名韩国瑜加徐卡新。只有2分钟，请徐小青千万三思，不要做出心痛仇快的事情。不管什么人拢无法度做动，桂林莲发声全党应该支持3800亿加恩的党中央版本，按个指教重大。那赢在立法院经过1点半钟的党团大会，依然无共识。今天就是开放大家共同讨论，各种意见都有，
最快的院会在5月8号以后。我想我们中间还有时间，大家继续来沟通。不管如何，最后的版本我们一定还是团结一致。1.25兆这个部分，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那里面有很多这个腐烂编列或是灌水的这个问题，然后把商购、婚委制还有军售放在一起。徐卡深回应桂林人的呼吁，表示一定会遵守党团的决议。韩国驻地并且讲，老胡驻地适用晚，暗过无愧起党无愧起心。5月7日夜第4摆召集军国条例调野党团协商，身为党主席郑丽文伫中上会表达，跟伫台高绝对无可能支持立下1.25条抗北授权。我从来没有跟我们任何的党团成员谈过态度改变，因为这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为期8年，1.25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期待立法院支持政府完整的规划，让特别预算不打折。那罗总统阁向调野发声，民进党提党团干事长曾水雄也表示，各项预算规模爱透过专业判点、甲需求评估来决定。国会作为监督机制，爱注重检视倒一个项目有必要性，毋是用模糊3800亿元的概念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调野拢伫咧准备年底9合1大选，民进党目前还未推出台北市长的人选。不过最近呢，这立委新北阳党内声势真悬，今日搁再喊要选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做伙出现活动，外界认为讲真有机会。那新北阳讲要甲这双声论坛停办，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回应讲，台北已经是连续2年举办国际城市论坛，有机会也欢迎新北阳来参加。市政新战力。台北更有力。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新人的参选人排一排，中起来就是立委新北阳。因为最近立营内部点名讲，伊是出战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就算党中央还未正式定调，大家抱伊出来选的态势嘛，愈来愈明显。沈伯洋，我们的新市长新市长，拜托大家，我们一起集中选票支持。沈伯洋集中选票支持我们所有的新人。本党现在在整体的规划上面，那最后还是要等选对会。但是这个议员们的行程，还有参选人的行程，其实都已经在安排当中了。那无论如何，到最后是怎样，我们都一定是大家全力的来参与这些行程。新北阳连续几天嘛，一直针对市政议题来出招，亲就是提出停办双声论坛，双声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欢迎沈伯洋委员可以来我们的台北国际城市论坛，听听各国主要城市首长们分享城市自己的经验。在新北市的部分，阿伯定赢是以民调来做伙推出人选，结果是国民党参选人李树川来出线，佮含南亚的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拢翕好定妆的相片。第一摆参选的李树川含要对决的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差18岁，嘛互质疑伤老啊。我一直认为年纪不是问题啊。问题是你心里的观念，包括你对事情的看法，到底是不是年轻了？你放心，台湾民众党绝对不会泡沫化，我们一定会派人选主备。不管是用征召还是用提名的方式。在新北这局输去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表示讲，未烦恼民众党的规个破坏，而且同时一定会遵循阿伯两党的合作协定，但是嘛强调一定会派人来参选台北市长。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两党提案修正空气污染防治法，要授权地方政府会当禁止或者是限制涂炭等燃料的使用量。在咧空气品质3级防治区会当缩短许可证的期限。不过此案再去伫咧地方议审查，环境部和经济部拢表示反对。那工总是呼吁依持现状。不过环保团体是希望讲，这个草案就要赶紧来通过。全国上大的废料电厂台中电厂，常常予人怪罪造成空气污染。为着予中火烧土炭渐渐退场，国民党立委罗定伟提案修正空气污染法，其中第28条修正草案要授权地方的主管机关，会当公告禁止特定燃料的使用。污染影响地方，地方就必须要有治理的工具，这是让2028无煤中火
能够真正实现的关键一步。陆中委甲台湾民众党团也提案修正空气污染法第30条，甲操作许可证等期限对3年到5年缩短到2年到5年。空气品质3级防治区是缩短到未满2年。也将着审查上班1个月来看要批准啊，颁布时间超过就袂当操作。下修成2年的目的跟意义呢，是为了加强空污的监督。透早修正草案伫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讨论，第立委伫会议室一句来一句去，环境部是表示这个修正爱谨慎，因为会影响到全国8成的厂商、电路的使用，牵涉病院、餐厅、电力等等的产业。大概有6成，可是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医院，然后可能旅馆或是餐厅，那这些都会未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绝对不是只有电力业。经济部也反对，认为修法对企业的营运佮有能源的压缩比造成重大的冲击。工总是强烈呼吁维持即摆的状况，认为修正草案授权地方政府爱要求业者改善空气污染，会让企业面对高度无确定的营运风险，各通禁止燃料使用，这是冲击到能源的稳定性。地方或者全国各地的公民营电厂都面临到运作可能会受限，这个时候跟整个国家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太没钱还给地方，空污法修缮，赖清德放手，赖清德放手。台湾空气健康行动联盟透早夜举行记者会支持修法，批评经济部无顾受空气污染灾害的民众的健康，无顾20年代气候经济风险，无赞成经济部用目前的战术绑票厂商，压制无爱拖拖要健康要正定的民意。记者综合报道。咱人总是破病，若阵碰到这辛苦病痛时阵，拢会希望讲得到完善的照顾。为了要解决这护理师欠人的问题呢，总统热切地要答应讲这3班护病比立法。卫福部长赵忠良在今证实讲，最近会成立医师能力优化研究推动小组，甲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护理能力配置做修改，也会予病院有准备时间。今年年底进前呢，正式预告修法的细节，在2029年的时阵要正式来实行。在新冠疫情解封了后，国内护理师是爆发27条，一寡病院只好降载，封闭咧甲病床关起来。护理团体真侪摆拢呼吁总统赖清德，应该是现竞选期间提出3班护病比入法的承诺。就伫总统就任就要满2周年进前，国民党立委陈清辉批评讲，卫福部进前讲要建议3班护病比入法，即嘛是总统亲身敲电话观察，才改口讲要入法，但卫权委员会甲大无看到完整的版本。医院人力配置、健保支付、急诊拥塞、怕后床，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政策健保里面我们会调高这个护理费，好来这个让这个医院有这个能力来调升这个护理的薪资。我们push卫福部入法，因为护理人员等待这个真的等待太久了，然后再来可以组成咨询委员会，定期的去检讨。我想这是回应基层护理人员的期待。卫福部长赵忠良表示讲，甲3班护病比入法的方向，会跟伫个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内面，有关护理人力配置的条文来做讨论和修订，而且会互病院缓冲时间，互人力一步一步到位。照国外经验，3班护病比强制推行的国家并无多，但对病人的安全、降低护理工课的负担等等有正面的影响。护理师每多照顾一个病人，那他30天内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将会增加7%，因此让护病比能够入法，基本上就是在保障所谓住院病人的医疗品质。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等7大医界的团体是共同发声明强调讲，支持卫福部的版本，而且建议未来入法了后，应该让因智慧化转型的地面空间，若是病院导入 AI 科技，减轻照顾的负担，护病比的标准都应该爱准因来调降。对这赵忠良强调的成立医师人力优化研究推动小组，建议入法的时程、完成期和配套等等。今日在进行的正式预告修法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欠护理师的问题呢，这台北荣总有办一个记者会，发表全台湾头一个 AI 智慧护理资讯系统。3秒呢，就当整合8点钟的护理交班重点，希望会当减轻护理师的行政负担，解决掉欠工的问题。
大概3秒的时间左右，我们就出现一个护理的交班记录。台北营总引进全台湾头一个 AI 智慧护理资讯系统，3秒内就当整合8点钟的护理接班重点，有一码一码智慧系统，互大家检体拢有专属的数位标签，减少重大气的风险。这个措施就是希望透过科技减轻护理师的行政负担。伊伫遐做了啥物？伊检查结果安那？其实安尼一来一往的时间。足复杂的，而且嘛足了咱的时间呢，嘿，即马有安尼的系统了后，其实吼，咱时间已经节省了真侪。虽然透过科技会当减轻行政负担，不过上根本的也是爱解决欠缺护理人力的问题。为着要提高病人照护品质，改善护理师的工作环境，甲人留护调，卫福部长正式要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例如3班护白比，承诺伫年尾进前会依个受罚的细节，伫2029年正式实施。不过若要讲，规个台湾要实施吼，可能就是爱去考虑看，卫福部可能爱有一寡配套措施，比如讲要安怎补助这个病医，还是讲要安怎互阮会当搁较好的准备安尼。台北营总回应，因支持3班护白比的政策，目前营总拢有按法规照品照行。若要伫全台湾推动，台北营总讲，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嘛要补助病医，协助病医准备好势，有稳定的护理人员，才有稳定的医疗品质。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看这条新闻进前，先来问各位劳工，你伫咧工课时阵敢有幸福咧？这5月7日就是劳动节啦。有你项针对着上班族的幸福感做调查，认为家己伫咧职场呢有60分到70分呢是33.8%。大部分的劳工是认为讲薪水伤过低啊，加薪也伤过慢是真不满。那今年的劳动节，劳工团体赶快的上街头表达诉求。A 有2次 ，B 有3次。运用时间兼职的补习班教课，这位持小者嘛有做展览场和会议的中英翻译等等。伊讲原本在企业做行政6、7档，月级3万2，常常爱加班，身体嘛怕歹去。为着要有更较好的薪水甲生活，时头路做无共兼职，嘛因为安尼薪水加1倍外。就因为想要转换不同的环境跟提升薪资的收入，所以离职。那之后兼职改往兼职的这个部分，就是薪水比之前多大概1.5倍。各规两工都是劳动节，有人力银行做一份上班族职场幸福感调查，甲家己的职场拍60分的占上侪有33.8%。无满意的原因有8成是因为薪水上低、加薪慢，另外也有公司福利歹，也是主管意见无共等等。他们最希望的当然就是政府可以保障薪资啦，可以让他们的基本工资都有调整，然后呢，因此可以反映物价还有通膨的一个生活成本。然后再来，他们希望呢，政府可以比如说开始倡议周休3日啊，或者是每日缩短工时这样的一个政策示范。根据主计处公布的国内经常性薪资中位数是38,319块，不过全省总指出，国内其实有69.75%的劳工薪资拢比中位数较低。今年5月初1劳动节，因也提出4项诉求，包括要求劳体薪资雇主强制提报率按修法逐年调悬，嘛要修改劳动基准法，针对劳动资遣费的顶限调悬到15%，另外也有加悬劳保投保薪资顶限等等。下面就因未来造成所谓的老年贫穷的问题，我就希望讲透过修法的方式，建构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今年劳动节，全省总和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等等数十个团体组成的5.1行动联盟，也针对各种劳动议题提出改革的诉求。游行是打算对凯道行到立法院群献楼，因也呼吁国内3大党应当爱出面回应劳工的诉求。记者卢尚珠、郑准尧台北报道。来看雪霸国家公园旱冰科大研究团队伫这个月初，伫咧这武陵的七家园溪，甲一只公的鸟头鸟鱼麻，也人叫做黄卡麻，甲伊放走，而且呢是利用这卫星定位找到伊生团的手。发现讲这鸟仔手内面有2只鸟仔囝，是目前全台湾上悬海拔的生团记录，也是头一届用24点钟直播方式记录规个摇件过程。
鸟工回收，甲掠到的鱼仔摕来饲2只幼鸟，随国出售去讨食。当咧落雨的时阵，鸟母随时天时甲2只幼鸟查好，互咱看了是内心温暖佮感动。雪霸国家公园甲并科大研究团队4月初伫武陵农场7家湾溪边，透过卫星定位，看到一个黄卡麻的树，树内有2只幼鸟，随起啊采摄影机，头一摆24点钟直播黄卡麻幼囝的过程。此次发现的巢位位于一株胸径约1.5公尺的乌心石老树，树心中空，在 Y 字形分叉基部形成天然凹槽，内部堆积腐殖质与附生蕨类，宛如安全稳定的空中育婴室。黄卡麻属珍贵罕见第2级保育类，嘛是台湾体型上大的鸟头鸟，用脚掠鱼仔甲两栖类讨食，是溪流食物链顶级的掠食者。主要是分布伫中北部的山区，接受伫海拔大约1800米的树丛，创下台湾上悬海拔生态的纪录。其中鸟工是4月初白卡鹮野凤，鸟母更加是并科大研究团队10年前白卡鹮野凤追踪的个体。显示伊对这片生态地有高度的依赖性。就是黄鱼鸮，它的寿命其实是很长的，而且它的领域是很固定的，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很稳定的、不太会改变的一个溪流的生态跟溪流周边的这个原始林的状况，才能够维系它们长期的在这边生存。学者讲，当地雨带的数量渐渐增加，是黄卡麻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这嘛显示7家湾区生态系的健康甲完整，2只幼鸟有计踮咧5月中旬，都有可能离休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咱去到便利超商，捐一寡蓝山钱，也会当发挥一人担一担，也会贴成线的功能。自然款主基金会去年含这 7-11 合作报着上千万，今年搁再合作要做回来保护野生动物。那中心思考环教协会也含专家便利商店合作报着上千万，要入去校园内面推广回收的观念。附近社区的青山是野生动物的家，但是人类的开发一步一步一直挖过来，互因生存的空间一直无去。导致环境公益信托的自然权主基金会2摆开钱买土地，甲因的家保护掉。去年款主和 7-11 公益募款平台合作，4个月内募到8位数，对群众来讲是大条钱，会当实现梦想。很令人 exciting 的积沙成塔，大笔的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更有勇气去做买地保育的事情。款主和 7-11 的合作今年是进行1个月。另外，丁书科环教协会是透过和专家超商的蓝山啊捐钱，去年嘛募到8位数。以净滩起家的丁书科认为讲本所的问题根源伫概念，有这条资源就会当侵入学校，甲环境理念来定根。资金跟资源其实是让我们可以去深入全台湾100个学校。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回到源头，然后去做教育的这个推广。但是，敢若靠民众安尼细条钱咧捐，马祖渔保育联盟嘛讲，这捐钱甚至会减2个0。创会理事长陈炳兴认为讲，会当和企业来合作是好代志。伊观察到最近几年，真侪企业是重视 ESG， 一寡经费可惜敢若开伫公关活动。企业其实他不知道资源要怎么投放，然后甚至变成是可能委办公关公司，然后就办一场活动，那就来号称是有 ESG， 那这是比较可惜。宣传捐1块嘛会使的超商蓝山啊捐，是持续发挥茫茫啊河道固土嘛的淡的力量。7-11的资讯显示讲，第2024年已经到2.22亿，专家是伫去年募集到9100多万。团团认为讲募款无简单，若是企业做 ESG， 会当寻求专业团体单位的合作，用这钱来保护生态环境，会较好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本土红仔车画家蔡志忠，伊伫咧彰化花坛的古厝，互人提报纪念建筑。不过，审查委员认为讲，这间古厝甲蔡志忠的创作无啥牵连，落尾是无来通过。不过，就有人批评讲，艺人订立捐出时间啊，住6个月旧厝，婚姻官就甲伊订立做纪念建筑。这版画家蔡志忠伫遮住30多年的旧厝，说是无法度订立，这标准实在是太奇怪啊！
用简单的线条画出另外人物，甲哲学思想用趣味的方式呈现。这是台湾红仔册画家蔡志忠的作品。1948年出世的蔡志忠是台湾早年红仔册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最近伊伫中华花坛古厝，互人提报纪念建筑，却无通过登录。伊是伫遮开始学安怎画漫画，画到超越再超越。伊画的漫画已经销全世界3000万本啊！销30几个国家，用10几个语言来伊的创作的册翻译做10几个国的语言。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这栋古厝是蔡志忠画红仔册启蒙的所在。伊伫1960年代开始画武侠漫画，捌制作老夫子吴良燕的长篇动画电影，后来以哲学改编的世界漫画外销侪国家，创下国际知名度。对此，文化局表示，审议委员真肯定蔡志忠的成就，但是委员认为蔡志忠重要创作甲提案的建筑并无直接的关联。审议委员非常肯定蔡志忠先生在台湾以及国际具有相当的艺术成就，只是委员认为他15岁离开彰化后，他的重要的创作跟本案建物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没有符合纪念建筑登录相关办法他所规范的这个登录准则。文化局强调，审议的过程拢有照相关规定办理，尊重审议会委员的判断。文书工作者批评，安尼审议结果等于是直接切断文化甲历史的根，随后会寻求行政救济，希望替地方文化资产争取保存的机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也是咱国驻纽约办事处台北文化中心成立35周年。文化部推出台湾拍、台湾上拍一系列的艺文交流活动。5月到9月呢，要邀请咱国内侪艺文团体，也有遮优秀的艺术家，去到艺术之都纽约表演创作甲对谈，期待透过着不同形式呈现着咱丰富的艺文能量。变装风俗以客语歌甲花布穿插展现自信甲水，这项原自西用来表演，但结合台湾元素，要去纽约区的东京大游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另外，也有舞人这出舞蹈作品，嘛要伫纽约区首演，伊运用太极拳的动作，呈现伫限制当中找出自由的议题。为着要庆祝今年美国建国250周年，加上咱国驻纽约区办事处台北文化中心成立35周年，文化部推出台湾拍、台湾上拍计划，要伫5月至9月伫艺术之都纽约区办一系列的艺文活动。特别是台语歌啊，特别是一寡小记咱台湾人的一寡衫的元素啊，会使互因看到。无时无刻都在突破自己，然后找到自己，在限制之中，在困难之中找到自己自由的空间。文化部长表示，咱台湾发展到今受到美国真侪帮助，希望用艺文交流的方式祝福咱的友伴。那美国在台协会是强调，每一个世代拢有维护自由的责任，未来才通继续繁荣发展。战后这一代亲眼看到我们战后非常贫穷，然后接受美元，回头看你们会发现，台湾终于走到今天这个状态了，非常骄傲。I would like to share a quote from one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John Adams. He said, "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so that my sons may have th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in order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 right to study painting." They remind us that each generation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freedoms. 那表演艺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人，嘛去纽约区参与艺术对谈，嘛有台湾做表的艺术家，会伫咧保育美曲街头艺术节展现创作。文化部期待通透过不同形式呈现咱丰富的艺文能量。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红叫做是舞蹈界的布克奖的国际玫瑰舞蹈奖，是当代舞团上悬的奖项。伦敦时间4月28日，主办单位沙特的资政剧院宣布第2届决选名单。台湾的编舞家王武功伫咧全世界参赛者内面拍出万定位。第2届今日针对新人所设的绽放奖最后决选，来看公司特派记者伫咧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And the nominees for the Blue Prize, Islands by Wang Ye Hun.
台湾蝙蝠家阁进入国际玫瑰舞蹈奖的决选名单，意义重大。台湾过程演讲是万众选择，由14位全球提名人为7大洲海选出42件作品，阁由国际评审团2轮严格评选，最后长篇创作的玫瑰奖干了4席，选为新锐蝙蝠家设立的电风奖，阁干了3个名额。在安尼竞争之下，台湾作品演连2届入围，主办单位是真懊恼。Our nominator said again in that region they thought that was the best production again. And so obviously he's making really, really strong work and he's got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him. 王富讲，这摆入围作品多数是伊甲印尼舞者伫台湾甲印尼2个岛屿之间，找找人甲土地文化根源的深度对话。咱采访伫马来西亚巡演的王富讲。哇，又有机会再回去 Southern Wales， 然后我也非常荣幸，也很开心。你为什么可以让就是这些国际评审取得这样的共鸣？其实对我而言是很没有自信的，我得一直回来问自己，我的文化是什么，我的传统是什么，我身体应该要跳什么舞可以代表台湾。因为印尼是一个有非常扎实传统文化累积的样子，所以在我们一起排练的某一刻，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也许台湾是一个这样的存在，在世界上少有的这么小一个岛屿，但可以包容着这么多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深刻对自我认同甲文化反思，得到国际评审的懊恼。主办者找到了真正剧院伫全球舞蹈界创作甲展出规模，拢是全球第一。过去20年，协助超过200个作品登上舞台，遍布50外个国家。这奖项毋但是荣耀的光环，也让这作品摕到全球舞蹈主流市场的通行证。而来自台湾的王宇光，这次能够第2次入围新人绽放奖，也再次证明台湾舞蹈家的实力。公视国际记者胡雅芳、林新瑞在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5度。不过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